好開心啊！希望今次個旅程好好。我平時都好中意火箭，所以今次好興奮。我哋仲可以睇火箭發射啊！希望我哋可以學到好多知識。呢個火箭發射嘅機會非常之難得，所以我係非常之激動嘅。火箭發射嘅畫面好震撼。我好開心，因為今次班機完全冇 delay。多謝大家。好，而家準備拎住後面，3、2、1，我哋準備出發啦！火箭發射站，我哋而家咧即將咧會就睇到長征5號發射，就覺得非常期待啦！希望可以快啲睇到呢個咁壯觀嘅場景。我好興奮，因為可以睇到火箭嘅升空。我都好期待，因為可以見到火箭升空嘅樣。我好開心可以現場睇到火箭升空。呢個係一個好振奮人心嘅場面。我祝願呢次火箭發射成功。我非常開心，因為我可以過到嚟南昌去睇呢個火箭嘅發射啦，但係同時我都非常之緊張，因為我驚佢發射程序有所出錯。今次就係我哋講晒感受啦，多謝大家。